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央甲地方政府拢为辛苦的警察来发声。这个新北市保二总队的办公厅，未来要改做警消的社会主体。蔡总统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去做伙就参加公办督警的简报会。蔡总统致辞的时阵讲，警察有一寡通讯的器材挂伫咧腰身，都袂输是早一个便当客啊，真无方便，会赶紧来改善。侯市长是讲，警察毋是政治斗争的工具，选举的时阵，请互警察会当保持行政中立。总统蔡英文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做翕相地点，无偌久就要改做新北警消社会主体，去社会主体和警消有更较好的居住环境。两人嘛替警察讲话。我们通讯器材的这个换装哦，因为我们那个器材看起来像个腰间带了一个便当盒的感觉。警察绝对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，警察绝对是要捍卫执法线。警察出身的侯市长为警察讲话，伫总统面头前一讲就讲20分钟，就算记者会时间已经过啊，嘛无停。地方的爸母赶过的，毋若是警消人员尔，除了中央地方做伙合作爱完成的社会主体，还佫有真侪租厝的人，敢若今年租金的补贴就超过18000户，因为中央敢若予伊13000户的钱。其中吼几啊千户是弱势跟青年，我无再调钱予伊，我甲算算。差不多要2.3万户。那我们预计明年已经要把补贴的6万户增加到12万户，我们也增加了28亿的预算。无的确是知影讲，大概两人若共台，侯友宜拢会出招争取经费。总统这摆准备好啊，伫政绩上比侯市长想的搁较紧一步。